镜头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真侪人伫咧过年选择出国去佚佗，不过即马煞传出有民众甲旅行社买4暝5日的行程，要去越南的富国岛。伫咧初一出发，结果咱的旅行社甲越南迄边的旅行社，敢若有消费救军，还这200外的旅客互人放生。若要继续参加行程，要继续佚佗，就要搁加纳2万外块。今仔日已经有10外的旅客起价家己先回来台湾。 旅客挂简单的行李陆续回来台湾，过年期间有人会安排出国旅游，不过有人对团到越南富国岛旅游，所发生互人听伫遐无人插的情形。当地的旅行社说，因为连带没有付他们钱，所以他要求我们要签一个720块的美金，那后面的行程才会照做，不然的话，他从第3天开始，他要把我们丢包。 对团到富国岛，每人团费差不多5万。结果当地地接旅行社讲，因参加2代旅游无将钱付清，所以民众想要继续行程，要加付720美金，合台票差不多2万块。他的讲法呢，就是说什么月结，我们是讲的是1月31号就要付清过年的全部团款，过年没有再跟你月结的。2月9号早上还在跟我讲，我要汇钱了，我要汇钱了，先汇一部分的台币给你，剩下要领队带美金。我说你要先让我见到钱再来聊天吧。 有要出团的旅客，烦恼拄到同款的情形，赶紧到2代旅游来问。业者是讲，甲当地对接的旅行社认知顶悬有落差。包括在当地的那些旅客，那代表年代旅游跟各位说声抱歉，回团是14号，我们约定是2月26号把团费结清。经过了澄清，才知道说彼此的在认知上或是沟通上有一些差异点啊。 业者回息的佫强调，目前双方达成共识，会以旅客权益优先，也负责已经等台湾旅客付相关的费用。另外有旅客付720美金，会伫3到5天内退回，不过细节要佫参详。留下这些相关的支付证明，还有旅行社开立的收款相关证明，来提出就是旅游纠纷的一个协助的一个调解。 观光署是指出，2代旅游甲当地几间地接旅行社有金钱纠纷，已经甲品保协会合作处理。另外，旅行社是不是牵涉违规，也继续受正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